好啦，成個研究最令人意外嘅當然就係中國大陸啦，因為喺各項嘅事情上邊，基本上咧，你話要贏到中國大陸啊，而家四周圍叫囂，其實能夠贏到佢嘅國家真係少之又少噶。咁所以啦，個評分咁唔知道到底佢詳細點做啦，個研究，到底有冇考慮到大嘅政治事件呢？咁恐怕咧都冇噶。仲有嗰啲外交嘅霸凌行為，咁應該咧都冇納入咧係研究咧嘅內容。再加上中國大陸封閉，能夠獲得咧嘅數據始終咧有限，因為唔通幫你做研究，咁真係翻牆幫你做咩？即係話佢嘅取樣有啲問題。好啦，我其實對於個結果咧，其實都相當之咧質疑噶。特別係關於德國添，因為德國我真係去過好幾次，而且唔係停留2天就走，真係停留咗一段時間。我個感覺咧，基本上我覺得其實德國咧同英國係差唔多。即係話德國咧係比較自戀啲。咁我預期佢咧個得分最多都係比英國咧高少少。咁咧，竟然咧係喺成個研究入邊咧排第一。呢個結果咧相當之意外。因為無論點計啊，計嚟計去應該中國大陸排第一噶啦。